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集我哋去咗 Icon 試驗同 Job Fairs 行下曼谷室內嘅水上市場啦，試下唔同款嘅美食嘅。仲有咧，我哋去咗喬德夜市食咗出名嘅火山排骨。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。記得撳埋鐘仔牆先睇啊，有新片咧就唔會錯噶啦。我哋出發。我哋由 BTS 亞索站出發，首先咧，我哋會去咗 Icon 試驗，車程大概半個鐘頭左右。我哋去程咧會搭接駁船啦，經過河咧會過對面 Icon 試驗嘅，回程咧就會搭翻 BTS 金色線咧無人駕駛列車。我哋咧兩種交通工具都會試下，睇下邊一款啱啲。我哋搭接駁船過去啦，船程大概10分鐘左右。喺條河上面咧，其實會見到好多出名嘅酒店啦，同埋啲建築物嘅，吹住陣陣嘅微風咧，可以慢慢享受下休閒嘅感覺，真係唔錯㗎。除此之外咧，都可以影下 Icon 試驗呢一棟咁新咁靚嘅建築物啦。坐住船過去咧，真係別有一番風味啊！嚟得 Icon 試驗，一定要嚟呢度參觀下佢嘅室內水上市場啦！呢個室內市場咧真係非常之正㗎，將泰國傳統水上市場咧搬咗入商場入邊啦，面積非常之大，而且咧冷氣十分之充足㗎。入邊咧有唔同嘅特色小食啦，同埋手信可以買得到嘅，例如咧會有賣好多泰國傳統服飾啦，同埋擺設等等。水上市場入邊咧其實有唔同嘅打卡嘅位置咧，可以俾旅客影下相留個紀念㗎。我哋喺市場入邊咧行咗一個圈啦，入邊咧有好多泰國嘅特色美食㗎，例如咧我哋就可以買水果、炒粉麵、串燒、豬手，同埋都有我至愛嘅榴蓮啦。小食嘅價錢咧就中規中矩啦，可買下啲唔同款嘅美食，大家 share 下咁樣，可以食得多款啲。買完咧就可以喺中庭位置度咧坐低食下嘢。咁啱咧，我哋去嗰日咧就做緊活動啦，有人就唱下歌，可以 relax 下。喺中庭嘅位置咧都有好多唔同位置啦，俾旅客打下卡，影個相留個紀念㗎。而樓上亦都進駐咗好多嘅國際品牌啦，可以喺度有時間就 shopping 下都得嘅。回程咧，我哋就搭咗金色嘅 BTS 線啦，無人駕駛列車。車站咧正就喺 Icon 試驗嘅隔離㗎，交通非常之方便，日曬雨淋咧都唔怕。下一站咧，我哋就去咗 Job Fairs 啦。由 Icon 試驗過嚟呢一度嘅 Job Fairs 咧，大概車程30分鐘左右。入邊咧有好多賣泰國嘅傳統服飾啦，同埋美食㗎。今次咧，我哋主要過嚟咧就係食下佢哋出名嘅火山排骨。呢度咧有好多食肆咧出名食火山排骨㗎。我哋咧就隨意揀咗間嚟試一試嘅。火山排骨咧就可以選擇唔同嘅 size 啦。咁我哋就揀咗 large 嘅。佢好食嘅地方咧就係佢淋上一啲酸辣嘅湯汁啦。排骨嘅肉同埋筋咧都係非常之腍啦，同埋好嫩㗎，唔錯唔錯。除咗火山排骨之外咧，我哋都叫咗酸酸辣辣嘅鳳爪、鱸魚、豬頸肉同埋一碟菜嘅，味道非常之唔錯㗎，好入味。嚟得夜市咧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！嚟得夜市咧就梗係嗌埋醬啤咧再鋸一鋸，仲更加正啊！
總括而言啦，今次呢兩個地方咧，真係俾我體驗到泰國嘅特色小食啦，同埋咧可以買下泰國嘅手信嘅，喺行程入邊咧真係唔錯嘅選擇嚟㗎。中意呢片話咧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YouTube channel， 記得隔離撳埋鐘仔上先睇啊，有新片咧就唔會錯㗎啦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